百工讲台语，台语讲百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和大家小解的主题是网络讲台语。即马网络发展真紧，想要找路，咱直接开 App， 用线顶地图就会使，真方便啊。不过啊，定伫外口跑的观众朋友，可能会发现哦，线顶地图啊，有时会速度，有时会找无咱伫倒位，有时啊也会甲咱报唔着路。这时啊，咱只好甲路边的人问咯。那安尼啊，咱咧问路的时，会用到什么款的台语对话咧？今仔日咱的百工讲台语啊，就要来和大家做伙来分享相关的句型。但电子地图无法度完全取代网络啊，佫有几个原因。其中啊，伫旅游的时，网络的优势上明显。迄啊，电子地图敢若会甲咱讲啊，要去的所在要安怎行。不过啊，人是活的，是有感情的哦。所以咱若问人讲啊，请问要去什么所在，要安怎行？互咱问到的人啊，听到的毋若甲咱报路尔，佫会迅速甲咱小解周围好耍好食的所在哦。有时若好运啊，拄到对当地的文史历史较了解的人啊，路一问，就袂输那找到一个导览人员共款啊，会听到真精彩的小解。另外，有时咱到一个所在旅游，煞毋知影当地有啥物好耍好食的，安尼啊，咱嘛会当问在地人哦，像讲啊，这附近敢有啥物好佚佗的所在？咱遮敢有啥物特别的食物？安尼问啊，定定拢会得到一寡敢若在地人才会知影的特别的信息咯。是讲啊，人生有起有落，问路啊也有成功有失败。有时咱甲咱问路啊，人会应咱讲啊，我嘛毋知，你可能爱问别人。啊是有人会直接讲啊，我嘛外地呢，毋知影。外地啊，意思就是伊毋是本地人啊，所以也毋知影要倒去，要安怎去啊。这时啊，咱只好鼻仔摸咧，佮问后一个人咯。啊，有当时啊，咱要去的所在，离遮佮有一地啊咧，也是讲啊，路途较复杂，无好解说。这时啊，人也可能会讲，你先直行到邮局遐正月，到遐才佮问人。安尼啊，咱就先行到遐，才个问人咯。复习，请问要去什么所在？要安怎行？这附近敢有啥物好佚佗的所在？咱遮敢有啥物特别的食物？我嘛毋知，你可能爱问别人。我嘛外地，毋知影呢。你先直行到邮局遐正月，到遐才去问人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，用台语问路，敢是真心实咧？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